為什麼這兩個在翻白眼？仲有另外俾30歐嘅食肆稅。好懂。對，謝謝。呢度識到兩個新朋友仔啦，Hello，超好人的他們。好多人啊！我是不是很聰明？提前買票？你看我沒買票的話，排隊排到不知道哪裡了。補充一下 WiFi 密碼。為什麼這兩個在翻白眼？A few moments later， 我呢個地鐵搭都好艱難，我頭先差啲就蕩失晒啦。上地鐵啦，勁多人啦，跟住我逼唔到上去啦。諗住唔辛苦嗰時，我唔係要喺度流浪啊嘛。跟住又冇網喎，睬佢哋下一站等我。你仲有另外俾30歐。連至呢間酒店啦，一晚係要700幾，差唔多800蚊啦，再加埋15歐一晚嘅城市稅，900幾，接近1000蚊一晚。攰笑。跟住去咗隔離個商場食啲嘢啦，但係由於太夜，其實都唔係太夜，9點鐘已經收晒工，咁唯有食拉麵啦，冇辦法。雖然係意大利食拉麵，那就這樣咯，下期見。